我今次介紹俾大家睇呢個上環港鐵站出口對面嘅皇后大道中181號嘅甲級寫字樓，我哋一齊上去睇睇。呢個單位建築面積約15000幾平方尺，更加有華麗嘅裝修，有好多個員工工作間添，一齊入去睇睇啊！呢度呢，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，就有一個多功能嘅變動嘅會議室嘅空間。你睇睇，呢個就係拉板嘅門，所以推板就可以用到啦，非常之方便。如果你對呢個樓盤有興趣，想睇樓的話，記得 call 我 Albert 關，我一定可以幫到你。